好，来继续来看花莲吉安乡的海华路，昨深夜晚12点发生着一件严重的车祸，有一台宾利突然间失速，冲撞着路边的车，然后佫继续驶，佫去弄铁皮厝甲桥墩，结果人喷出去，第二个车卡往生了。讲这个驾驶是花莲某一个狮子会前会长。警方佫伫伊的车顶抄到一包的毒品海洛因，无排除是食毒来塞车。这太扯了吧！乌烧轿车冲落去桥墩骹位桥顶看落去，车顶拢冒落去，玻璃破了了，倒边的车门卸一半去，椅仔嘛切一轨。啊，人呢？讲起来，真勇的宾利轿车弄甲安尼，门有一半卡伫桥顶，钣金零件落甲满世界，驾驶人士害出去，缀伫车骹袂顶袂动。警察人员到现场了，随要将车吊悬，将人甲救出来。不过驾驶当时已经无开啊，就听到很大声嘣一声，然后发现患者压在轿车底下，所以又请特搜拐腰协助支援。那耗时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把患者顺利脱困，然后送医。昨暝12点外西，宾利这个姓陈的驾驶先是伫花莲县吉安乡东里11街出车祸。警方接到消息，伊连弄3台车甲盆栽，吊输了后做移走。12点15分，又搁伫海华路弄着铁柱，搁弄护纸条啊，最后并落桥骹身亡。两位离3.4公里，敢若差2分钟。警方伫车内有抄到一包海洛因，重有0.64克，怀疑可能是食毒赛车才会出车祸。是那种碎片我少，哎，对啊，那不好吃，他把它拖去那里。哦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车祸现场路边的护纸条啊，甲铁柱弄甲害了了，可见当时弄了有偌济咱。经过了解，这个姓陈的驾驶是花莲某一个狮子会前任会长。即马出车祸无命，甲毒品敢有关系？这由台警方去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